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根据媒体报道说，这个 TOP50房企谁降债最多？据统计说，销售额 TOP50以上上市房企，这个不包括这个中国恒大，2024年总负债13.67万亿元，比2024年减少1.7万亿，同比下降11%。虽然下降了11%，但是我们要记住了，这个排名前50的不包括恒大这些房企，总负债还13.67万亿，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庞大。而这么多房企50家，有多少家是在 ICU 病房等着这个抢救呢？这一旦躺下了，这13.6万亿，这个雷是多大呀？总负债压降最多的是碧桂园，2024年碧桂园这个债务下降是最多，但是碧桂园的资产负债率仍是高达95%。碧桂园总负债减少2194亿元，排名第二的就是万科。万科过去一年总负债减少1546亿元。这万科的负债减少，大家都知道，它到处甩卖它的资产，这个是负债。我们再看看这个库存，这些上市房企到底还有多少房子在手上没卖？中国房地产报道说，50家上市房企存货7.4万亿，这又是个天文数字，7.4万亿等着人买，等着韭菜去买。从单个房企存货规模来看，2024年有12家房企存货规模超过2000亿元，但无一家房企存货规模超过万亿。说其中保利发展、碧桂园、万科 A、融创中国4家上市房企存货规模超过5000亿元，分别是7986亿元、5832亿元、5190亿元、5163亿元，连保利都有将近8000亿元的存货。我只能这么分析，我认为谁存货越多，谁的库存越多，谁暴雷的风险就大；谁的土地多，谁暴雷的风险就大；谁盖好的房子还没卖掉的多，就是存货，谁暴雷的风险就大。这么的存货都等着韭菜去消化。TOP50的房企不是那全部数字比这更大，我们就知道整个中国房地产房企现在是什么个情况。所以说韭菜身上的担子还是比较重的。我们再看这万达现在想消停也消停不了。天眼查 APP 显示说，近日王健林新增一条股权冻结信息，股权所在企业为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3亿人民币，冻结期限自2025年5月8日至2027年5月7日，那也就是昨天才冻结的。天眼风险信息显示，此前王健林所持有的大连核心投资有限公司7702.8万股权、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40万股权等公司股权均已被冻结。也就是救来救去，王老板甩卖他的万达广场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可以说是越陷越深了。这是房企的消息。我们再看看这个小作文，最近网上流传说是彭博社路边摊消息，说中国据悉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商品房现房销售制度。知情人士称说，现房销售制度将按照开发商拿地时间进行新老划断，新做法将针对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不包括在内。这是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据悉正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商品房现房销售制度，以重塑购房者对楼市的信心。知情人士称，新做法将针对新建商品房，地方政府保有因城施策的空间。现房销售制度将改变此前以预售制为主的商品房销售方式，成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知情人士说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仍有变数。知情人士说，根据讨论中的方案，现房销售制将按照开发商拿地的时间进行新老划断，即开发商在政策正式公布之后取得的住房用地将适用现房销售规则，此前的项目不受影响，保障性住房不包括在内。因相关讨论尚未公开，知情人士要求匿名。中国住建部未回复彭博新闻社寻求置评的请求。中国政府正致力于稳定不断下行的房地产市场，以免其持续拖累经济复苏。虽然楼市开始出现企稳的早期迹象，但购房者仍然担心开发商按时完成项目的能力。科尔瑞地产研究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百强房企4月销售依然疲软，这意味着当局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最近
近的超级会议指出，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亦在本周发布会上明确提出，将加快完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配的系列融资制度。目前的预售制遭到许多批评，称由于其允许开发商在楼房建成前就进行销售，致使供给过度，并导致开发商杠杆高企。根据科尔瑞数据显示，在2021年楼市开始下滑时，约90%的新房销售为预售房，这一比例在过去降到了74%。根据住建部主管的中国建设报去年年底报道，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2025年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有力有序推行现房销售，优化预售资金监管。另据科尔瑞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30个城市宣布举措推动现房销售。他说，不过从预售制向现房模式转型亦有风险，此举可能加重开发商的现金流压力。这些开发商本就已经面临销售下滑和融资渠道不畅困境，在过去他们可以完工前就回笼资金，然后再投入新的购地和开发项目。这个是小作文，真假难辨，有的时候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里我谈一谈我的看法。实际上彭博社他也说了，最后说咱们现在烂尾楼很多韭菜去按揭贷款，把钱给了开发商，结果房子没有，那导致这个韭菜叫欲哭无泪。这边银行的按揭他要还，那边房子他没有，拜预售制所赐。但是造成烂尾的不是预售制，而是资金监管。本来这个韭菜到银行去贷款，银行把你的钱直接就给了开发商，你跟开发商之间有个合同，你买了开发商哪套房，开发商把预售资金放在银行的监管，他房子盖到哪一层，盖到什么地步，就要去支取多少钱，付供应款，付承建商的钱，付工资等等。本来这个模式理论上是挺好的，钱是由银行监管，或者是叫住建部门有监管账户，对吧？你房子盖到哪一步，你用哪一步的钱，恰恰是这个监管制度出问题，钱被开发商跟承建商或者跟银行或者跟谁勾结，把这钱挪走了，他又回不来，导致他没钱盖房子，导致韭菜的从银行的贷款按揭贷款不翼而飞，这才造成烂尾。所以你说是预售制导致的吗？跟预售制有关系。如果说你是现房，那把你房子盖好了，进了二手房，韭菜去一看房子是好的，所见即所得，我这一手交钱，你一手给我办证，这样就免了这个烂尾楼之苦。这个解决办法似乎是有效，但是如果从解决房地产低迷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很难说上有效果。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了，韭菜现在不买房不是因为你怕你烂尾，当然韭菜也担心烂尾，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韭菜没钱，韭菜担心你房价跌。如果你韭菜怕烂尾，那你可以选央企开发的房子，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你不担心烂尾，那恒大烂尾、融创烂尾、碧桂园烂尾，那些民企烂尾，你说我找不着人，央企烂尾他在管你，你买央企的房子你不用担心烂尾。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保利，它也有8000亿的库存，保利你担心它烂尾吗？根本不用担心。那为什么它还有8000亿的房子还在卖，库存还排第一？所以我认为担心烂尾不是韭菜不买房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是原因之一。第二个，如果你担心烂尾，那你可以买二手房，二手房不是现房吗？所见即所得。所以说你要把预售制改成卖现房，这我觉得对稳住楼市的作用不会太大，因为你没有解决核心问题。韭菜没钱，韭菜嫌这个房价还要跌，对吧？韭菜的收入和房价之间差距还是有点大。第二个，对这些房企来说，那压力就大了。以前房企拿这个房子，他从政府那拿地，他是自己先交一部分钱，他融资，他也可能是自己交钱，也可能融资去政府呢把这土地拍下来，拍了之后把这土地再押给银行，再贷款，再搞开发贷，让承建商你给我干到正负零，干到他一般的盖到5层就可以达到预售条件了，他就开始房子了。卖房子，韭菜来把房子一买，韭菜把银行的贷款一贷，都给到开发商这儿，监管账户，开发商拿这个钱就盖房子，也整个的开发商他对自有资金或者他融资这一块，他压力就没那么大。现在好了，就是这一套不能玩了，你开发商自己找钱就把房子盖好再卖，那你说开发商在哪儿搞钱去？现在开发商就是缺钱，是吧？现在开发商为什么暴雷？他不就是没有现金流吗？就是这边房子盖好了卖不掉，那边银行的贷款还不上，这个什么美人债还不上，没法兑付。他没钱，如果这个时候开发商手上有块地，那就完了。好在这个小作文说了，说新老话断，你以前拿的地，你还可以去搞那种按揭贷款卖期房，你某个时刻以后拿的地，那必须是现房卖，这个有用吗？这没有用。对韭菜来说，如果说你以后都卖现房了，那我还等你这期房干啥？除非你期房卖的便宜，否则我当然买现房。所以对房企来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对那些在 ICU 病房的房企，那些相当于拔氧气管。
有很多保交楼，他都只是把那房子卖掉回来资金接着盖，这样保交楼恐怕难度就更大了。你又作为韭菜，你要买房，这边是期房，也是后年才交房，这边是现房，也是后年开卖，那你说等哪个？那除非这个期房非常便宜，这个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前一阵子什么成都、上海那个土拍为什么溢价，为什么对大家的抢地，恐怕跟这个政策有关系。因为新老化段，你现在拿那个地，你还可以做按揭，你以后拿了地，你拿了地之后，你要自己找钱去开发，那对房企来说资金压力就特别大。他为什么抢那个地块呢？因为那个地块是叫优质核心地块，是改善型，它不愁卖，所以恐怕这个传闻，业内人士早就知道了，有这个传闻，他们对这些优质地块就大打出手抢。一个不愁卖，第二个你这个地块你还可以玩这种叫什么叫预售，因为这些房子不是一开盘就日光吗？就被抢光了吗？核心地块那个土地是不能再生的，稀有资源，就那个地方，就那块项目你边上没有，你跟谁比较？你想在这儿买房，它只有这个楼盘有，所以总体来说，这个小作文传的期房改成现房卖，我觉得对这个楼市影响不大。有人说那就现房这个价格卖的贵，为什么？因为开发商成本高，因为开发商自己融资是有成本的，盖这房子。我倒是觉得你这房价贵，你房价高，你除非得房率高，否则韭菜是不认的。我们再看《金融时报》报道说，降息潮延续，存款利率全面迈向1时代。财联社5月9日电，今年以来存款利率下调的趋势还在不断延续。记者注意到，自4月以来，已有超20家商业银行下调了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调整后利率3%以上的高息存款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影，银行存款利率已全面向1时代迈进。5一前，我们行刚刚下调了存款利率，现在已经是1字开头了。平安银行北京地区某网点客户经理告诉记者，调整后该行1年期、2年期、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分别是 1.6%、1.7% 和 1.65%，5年期存款处于停售状态。自去年10月国有大行再度下调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以来，新一轮存款降息潮正在持续推进。在全国性银行下调存款挂牌利率的同时，曾被视为存款利率高地的村镇银行、民营银行也在近期纷纷加入了降息的队列。从调整后的存款利率水平来看，上述两类银行的存款利率优势正在逐渐消失。现在确实银行的基本上3年期都在2以下了，恐怕还个别银行在2以上，也就是基本上都迈入了1时代，而且这个还没有到底，还会往下调。这就是为什么去年开始咱们本来说都是叫存工行，后来提出一部分存工行要拿一部分去换美金，要享受美元的高利息。关键是咱们存款利率它还要往下调，3年期到时候调到1都有可能，还调到0年期，谁都说不好，有这个趋势。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5年期的反而比3年期的利息要低。按道理银行都希望你存的时间越长越好，但为什么只让你存3年，不提倡你存5年？因为5年的利息还低。实际上银行他认为他预期利息还得往下调，5年期利息比3年期低，就说明银行它的预期存款利息还要往下。这就是为什么美元它只让你存1年，因为他认为美元的利息还要调。现在让你存5年，存4个点，2年以后它调成1个点了，那银行就亏了，亏大发了。所以它只让你存1年。所以我认为存款利息恐怕3年期的调到1以下都不是问题。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那咱们如果就死守工行，确实也比较亏，比较冤，所以要拿一部分去换美元。至少现在美元的利息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汇率，汇率的波动就会影响这个操作。那汇率会怎么波动？我们看一下经济学家马冠远，他说关税战下先保房价还是先保汇率？大家看视频。关税战下面究竟是要先保房价还是先保汇率？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最近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如果看这个4月2号关税战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表现，包括中国经济的一些主要指标来看，我们会发现保房价跟保汇率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4月2号关税战以来，其实按照正常的逻辑，特朗普发起贸易战以后，很多人认为对中国的伤害比较大。为什么？因为中国2024年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超过5000多亿，但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也就是1500-600亿，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一次最大的受伤者应该是中国。那么如果中国一旦受伤，那么人民币汇率会往下掉。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恰好相反，在4月2号特朗普提出对等关税以来，人民币不断在升值，但是美元在下降。美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动荡，美国国债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经历了一波非常明显的飙升。
但是人民币经历了升值，特别在5·1长假结束以后，我们看5月5号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离岸人民币汇率，从去年年底以来第一次突破了7.2啊，最高的时候到了7.18啊，到了7.18。那么大家知道，离岸汇率本身它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等于是市场认可的一个汇率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人民币汇率为什么升？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大家在经过全面的评估以后，发现中国经济、中国资产价格本身它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从国际资本用脚投票来看，大家都是拿的真金白银。也就是说，你现在卖不卖中国资产？那这个时候你是在下一场注，那这个注下的非常大。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绝大多数的资本选择了中国资产，认为中国经济可以给一个比较乐观的评级，中国资产还是被低估。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股市也好，还是人民币也好，都经历了一个比较乐观的表现。但是美元反着往外走，那么人民币为什么表现出4月2号以来表现出一个比较坚挺的表现？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宏观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在应对关税层面，我们的政策组合拳给了市场很大的信息。那么我们的基本策略是什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什么叫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把中国经济自身好使。什么叫把中国经济自身好使？让大家看不到中国经济的风险，但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给全球带来的机会。中国经济存在的风险就是这几年房地产的调整，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的隐患点。我们看到我们的政策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这个基调基本上是延续的。怎么样来稳住地产？怎么样在宏观政策层面更加积极有为？怎么样稳住股市？而且我们看我们的政策也起了很大的效果，所以大家对中国经济开始乐观起来。一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5.4%，其实也是超过大家的预期。所以我们讲这个为什么说稳汇率跟稳房价是一致的房价稳住了，房地产稳住了，房地产的风险不再扩散，股市稳住了，中国资产价格稳住了，中国经济变好了，汇率自然会变好。所以我们看到在5·1长假以后，我们的政策能够果断的选择降准降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降准降息是很难的。为什么？你一旦降息，人民币汇率就会贬值的这种压力。但是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降准降息，人民币汇率仍然在往上走，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对中国经济总体仍然是乐观的。所以汇率这个强势表现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总体形势是好的。中国经济总体形势好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这段时间的整个政策组合拳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个不管这场关税战怎么打到什么时候，决定这场关税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跟美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而是我们的宏观政策怎么样来把中国经济总体向上的趋势能够稳住。马官员说保汇率，人民币在升值，我是这么认为的。自从4月2号贸易战以来，人民币确实在升值，升一升降一降，降一降升一升，总体趋势好像是在升，这个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因为双方都已经关税加到145%了，双方就相当于断绝往来。你这个时候人民币贬值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升值才有意义。你升值你才能吸引外资进来，因为这个时候升值对我们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外贸企业都已经对美国都是歇着的，都在观望，而非美元的外币，比如欧元、澳元，对吧？好像都在升值。那我们相对于欧元、澳元，我们也在升，所以我们跟美元一比，我们在升值。因为美元指数在跌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双方的贸易谈判一旦达成了，汇率一定会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什么叫合适的位置？就是有利于我们出口。这一点我跟这个马官员观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要保制造业，保制造业实际上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实际上你就要保外贸。那这个道理简单，如果外贸企业都不行了，它就停产，没有订单，关门，那得多少人失业啊？这问题就来了，一连串。所以得想办法保外贸，保外贸实际上就是保国内这些加工厂，保加工厂就是保这些工人就业。那怎么保？你比如说咱们跟美国的关税达成了，把芬太尼扣掉，芬太尼税，再把假设双方我们要承诺从美国买多少大豆，那些都去掉之后，关税20%或者30%，你记住了，连英国都要交10%的税，英国还是逆差的。英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多，还一年100多亿美金吧，就连这个特朗普都讹人家10%，所以我觉得我们20%甚至30%的就看怎么谈。你这要达成一致了，30%，很多外贸企业他就不赚钱，他就想关门，那不能做赔本的买卖。
这个时候你只要把汇率往下一调，人民币一贬值，这是外贸企业它就赚钱，它就接着干，这工人就有就业。我就认为不是什么保中国资产，那都是胡扯。我们当务之急是保制造业、保就业，保就业你就得外贸不能停，这是我的认为。当务之急是就业，没有就业哪来内需？没有就业哪来的是房地产？你都失业了，你买什么房子？你都失业了，你还消费啥？你人民币越升值，外贸企业越赔钱，这个道理好懂吧？外贸企业从出口美国，它赚1个亿美金，那换成人民币，你要升值，它只能换7.1亿，人家人民币人家就不赚钱了。这时候你要贬值，贬到7.8，他卖1个亿的商品，他回来算是7.8亿人民币，一算把工资税付一付，他还能赚钱，就这么简单。这是我个人认为，所以说不是什么保中国资产，是保就业啊。当然了，是不是特朗普会逼你人民币要升值？这也不排除像当年让日元升值一样，我可以肯定这是不能答应他的，不可能答应他。宁愿赚了钱买美债都不答应它升值。我们要保出口，所以你看《纽约邮报》说，美国考虑最快下周把对中国关税从145%下调至50%。消息人士透露，随着旨在达成贸易协议的漫长谈判启动，美国官员正讨论将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实施的关税降至50%至54%区间的提案。消息人士补充称，与此同时，对南亚邻国的贸易税将降至25%。关于对华贸易税，该消息人士表示，谈判期间会将税率降至50%。我觉得恐怕比50%要低，应该在30%以内。如果能谈到30%以内，就算胜利。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补充的这条件，比如说多进口它大豆，多买点它的石油、天然气，关税降到30%，在人民币再贬一贬，外贸就能稳住了。而高盛说，他预测对中国关税预计会降至60%。我为什么说50%、60%这都不行？你要50%、60%，实际上外贸企业还是不赚钱。虽然外贸企业有各种套路，他们有各种办法，但那都不是长久之计。给你加50%、60%，那外贸企业很难赚钱。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要加60%，那导致我们更多的产业又要往越南、往印尼、往马来西亚，你看他们是25%，咱们是50%，那不是逼着我们好多企业跑了吗？那你就业怎么办？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能答应。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新闻，这个媒体报道说，上海杨浦区优秀博主购房最高可获200万补贴。为了吸引人才，上海杨浦区放大招，毕业生短期免租，优秀 UP 主购房最高获200万补贴。这个胡锡进老师应该算优秀 UP 主吧？那粉丝几千万，马上他炒股没挣着钱，但是他去杨浦区买房可以获200万补贴，这个对胡锡进老师是个好消息。这据介绍说，实施细则推出孵化平台共建、创作激励支持、人才薪酬奖励等10条举措。安居方面，对创作者在本区内购买首套房给予一次性50万到200万住房补贴。入住高品质人才社区优先供给房源，给予每月最高8000元租房补贴。薪酬奖励方面，未纳入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及本市重点产业领域专项奖励政策的创作者，年度薪酬达到100万元以上，给予其薪酬收入5%到8%的奖励。这个可以说对胡锡进老师绝对是量身定制啊！胡锡进老师不是心心念念的要在上海买学区房吗？这一下给他优惠200万了，我也好好研究能不能算这个什么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 UP 主，优质内容创作嘛？别的不说，咱们能被这个网红超市盯上，至少说明那也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是不是应该申请一下看一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